聖經路加福音2章30節，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。嗱，呢句說話咧係當時喺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叫做西面所講嘅。西面佢係一個敬虔嘅人，有聖靈嘅同在，聖靈話俾佢聽，佢要見到耶穌基督。當時佢喺聖殿嗰裏邊，耶穌正在俾父母帶進嚟，佢見到之後，佢就話主可以釋放佢離開呢個世界，因為佢嘅眼睛已經看見你嘅救恩，看見神嘅救恩。原來神嘅應許係何等寶貴嘅，佢嘅應許係必定嘅會應驗。而且西面呢個人呢，佢係敬虔嘅人，佢係素來等候以色列安慰者嚟到嘅人。求主幫助我哋係有盼望嘅，我哋信咗耶穌基督嘅人係有盼望，因為耶穌基督要再嚟，信耶穌得永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